咱众朋友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阮朋友有听到阿伯的音乐无？这是知道我是音乐。嘿，对，伫当兵的哦。这人小可爱吼。咱等下呢要来讲一个做老的一个声。其实咱已经讲2礼拜了，对无？老师，这个声吼，顶礼拜讲到因的一个上大的教堂啊吼。今仔日要来继续讲伊边啊，做者有趣味的做水的建筑，建筑，大家人呢主要是看因特殊的建筑。是，好，所以你来当看到最后哦，因为咱今仔日搁要来请莉莉来阮的中间，莉莉。你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平安。应该讲高贵点。高贵点，大家好。是，大家学会晓啊袂吼？我阿伯是旧的迄个政府对无？旧的政府的所在。嘿，等下会讲到这个哦。莉莉的阿伯是另外一个教堂哦，这个所在做侪教堂吼。老师的阿伯嘛是哦，嘛是吼。我伫教堂的内面。是，听讲这个教堂吼是足久以前就开始起啊，对无？因为这个城是斯洛伐克第2大城吼。为什么看所罗门王？咩讲？所罗门王有关系呢？其实这是阮家己要的吼，但是等下老师会讲一个故事哦。所以你要听到最后吼，大家会记得咱这份正经吼，我这份是住伫遮对无吼？后来呢，咱去到伫北部吼，这个 Cosiste 对无 ？Cosiste 这个所在，咱顶礼拜有讲伊的古城吼，一个做成这个叫做啥物？一个芳西迄个绳啊，大家记得无？袂记得，当叫伊看顶礼拜吼。这个绳边仔就是边仔去遐散步吼，会当看到做侪做水的建筑吼，就是有教堂伫内面吼。这个是咱顶礼拜讲的伊丽莎白教堂吼。咱今仔日要来讲伊的边仔这个，本来我顶礼拜想讲这是同一个哦。这个原来边仔这地吼，这个是这间中其实有一条路的吼，这条路吼，角度的关系，所以吼顶礼拜看无清楚，所以咱即文要为这个教堂来讲起哦。这个是听讲是一个纪念天使的哦，大家要看觅，就是倒一个天使安尼，要看觅啊。有一个天使，最有名的天使叫做天使，天使吼，对，叫做就是圣经的什么米迦勒对无？加勒天使。但是这个斯洛伐克有咩念？对，你讲这个全部电管写迄吗？叫卡布伦卡斯贝特霍米哈拉。就是讲礼拜堂啦，就是即个奉献啦，献诶。阮遮迄个圣就是 Sveti 啊，米好，就是 Sveti 吼就是圣，所以因遮天主教拢有一寡圣人对无吼？讲伊是圣啥物，就是讲迄。纪念迄个人，感觉迄个人做伟大诶安尼啦。米迦勒，迄个米迦勒叫做米迦勒。米迦勒。伊赛。伫遮叫做米哈拉。米好，可是因为也有词语的变化，变革变革嘿。对，你对完斯洛伐克语吼。加一个是查某诶，奇怪哦哈，有啥物是查某诶呢？好，所以本来吼，伊是一个墓地对无？就是迄什物人诶过身诶时去
上帝遐诶时吼，伊有一个爱一个梦，所以伊其实是一个迄个咱顶礼拜讲诶迄个教堂诶梦，是安尼讲。嘿，伊讲即较诶即个米哈尔就是你讲诶天色哦，嘿，伊就是咧，人若过身以后，你会看你诶座位好无？好诶，互你上天堂；歹诶，互你会去地狱受苦嘛，吼。因咧，伊讲因诶即个米哈尔就是迄个天使哦，吼，天使。天使哦，天使伊个来量骨头诶重量，有较重诶，伊个好就是做好诶较轻诶，伊个会下地狱，就是较无较做较歹诶，就是安尼嘿。因诶米哈尔就是咧传说，一个真趣味诶故事吼。所以咱爱食较肥诶对无？我甲骨头，我爱食较重诶哦，安尼才会当去天顶吼。所以伊即个教堂是分做两边吼，顶悬讲是你古板啥物种类吼，就是葬礼吼，下骹是所以伊下骹是其实是咧放迄个骨灰对无？骨灰，还佫有地下墓室。好，所以就是真足水诶吼。你若无毋知影即个故事，你会想讲即个是足水诶教堂，其实是真迄落诶吼。来，咱行到即个边仔吼，即个嘛是属于即个伊丽莎白教堂诶吼，一个物钟塔对无吼？即个所以前供经啊，教堂拢有供经诶习惯。是，就是即个是一个啥物敬佩德嘛，有一个圣人。阮天主教有一个圣人诶名，伊叫做乌班尔，就乌班。伊是用诶保护，就是咧葡萄酒诶保护圣人。所以你也去阮遮诶葡萄酒区，足侪人拢是拜即个，像咧毋是拜即个，讲有一个圣像伫遐。好，有一个像，伊挂伫因兜，讲保护因诶。我去参观足侪种酒庄啊，个做酒诶，因足侪拢伫内底，就是一个，我挂一个神，是神像啊，就是因诶地窖内底拢有一个，即个那个守护神的咧。好，注意。所以讲，咱为啥物放即个音啊？因为听讲遮位会在6点到下暗8点吼，遮每点钟拢有音乐为遮传出来哦。迄是较早前讲。较早即阵无啊。即马无啊。即马因诶市区诶边仔吼，拢有迄种有盖了几个钟楼，迄阵时间电子诶，即马时间到就家己放。共建以前是为即个乌班海老店放出来。所以伊东方诶迄个民族乐曲，像你即马放诶安尼。对，即本咱听着诶，敢有听着有吼？一点啊，咱诶本来伊是歌德诶，听讲什物烧火烧了吼，变成去另外一种迄个诶吼文艺复兴风格。你看伊下骹遐足侪讲回人诶，迄种共性诶回人。迄个是新诶，都16世纪左右诶。是，所以伊诶头前吼，佫有一个这个叫做啥物？金因遮像迄个圆圈子诶遐顶悬遐有一个共晶诶，晶放伫顶悬拍出来迄个太阳会当看。即个晶有5000公斤高足重诶晶，所以伊即阵是摆伫迄个头前啊吼，即个老天官。伊即个1966年哦。头前摆即个有一个大，迄个火烧啦，火烧以后，即个伊个火烧有一点仔迄个裂掉，安怎讲，就是有一点
破去，闭无起，全破的，闭闭起，去，哦，好好好，闭去，有甲伊念，用靠念的，哦，是安怎安尼？就是迄阵咧救火时阵，迄火足大诶嘛，足烧诶，水安尼喷去，安尼，你讲，闭起，哦，闭去，小肯定，即摆新诶钟就是宾馆，佫有做一个钟伫顶管，吊伫顶管，讲无咧放，无声，无你等啊呢，好，安尼咱继续搁行去头前哦，咱拄仔伫遮吼，即阵要行来遮，走来，即个是一个三一教堂，咱想做侪城市拢有即个三一教堂吼。这是拜迄个毋是拜，就是纪念圣耶稣会、耶稣会。你看顶悬迄个一个像咧星芒、太阳光芒。哦，这个吗？像有一个黄色的哦，另外一边，另外第三张相片。哦，是第三张即个哦，即个就是顶悬有一个像迄耶稣会的标志，嘿。哦，即个耶稣会，所以即个所在佫互人叫做耶稣会，来嘛是因为伫遐起第一间大学吼，科七世大学，所以地址嘿，地址即个教堂的地址。哦，伫即个地址起一间大学哦，所以嘛是叫做大学的教堂安尼，对吧？所以咱来看即个是巴洛克，大家敢分会清楚啦。咱有讲到歌德，佮有巴洛克吼，咱会记我较内底内装较看诶，较华丽安尼嘿，有较侪种金色的装饰啊，浮雕啊。是，巴洛克就是伊内面诶内装较水啊吼，所以伊这嘛是进前匈牙利诶皇家财库囥钱诶所在哦。财政部，财政部，因为进前这嘛是属于匈牙利诶吼。伊这较有较重要，就是伊即个教堂起伫1681年迄阵建成诶，嘿，进前诶是即个所在是另外一个教堂啦，毋过后来因为在1619年诶时阵，迄阵有耶稣会教士伫内底，毋过因东边即个贵族诶迄种叛军吼，佮甲即教士迄个皇家迄个教士佮甲伊很残忍的甲因杀害个对啊，甲因对，去互刣死啊！伊是介重要诶教师啊，即个就是迄种皇家迄阵诶哈布斯堡边诶，所以因迄叛徒是无感觉安怎啦，毋过因迄个叛徒遐个查某诶因某啊，也是遐个妯娌啊，因感觉安尼像咧因做袂心安啦，后来伊就是迄个应该算因诶某吧，佮甲即个地主即个所在甲伊买起来，甲原来诶迄种厝甲伊换倒转佮起一间新诶教堂，就是即马看到诶教堂安尼。是。内底嘛，伊即个教堂嘛，较特别诶是，伊是用迄个罗马教会迄边诶往罗马教会建筑。是，就是即间叫做伊尔加斯吼，这是伫网络顶悬找到诶相片，有一点仔像哦吼，中遐做像诶啊吼，所以伊就是即个叫做三一教堂吼，咱会记得即个是。即个叛徒因即个某啊，甲因囝啊，其实嘛伫因诶下口一个因诶地下墓室，因诶尸体诶迄种尸体拢带伫遮安尼，是，所以你看这内面真正是足水啊，金碧辉煌对无？但是迄阵其实即间阁算是较简约，伊诶
壁画，伊的画啦吼，迄个顶悬的画是做有名的吼。因为迄有较有名的，还是画家嘛，还是创作家吼，就是顶悬写即个 Erasmus the Scot 即个人，伊的后来伊受教育啊，出生伫布拉格出生，啊，过去迄个奥地利在画红仔个安怎建筑技术啊，后来伊定居伫即个都市，啊，伫遮做侪创作作品，像咧市政厅内底嘛是有伊的作品。所以伊其实是布拉格的人，啊来去维也纳，读册，了后搁来考试册，搁工过安尼。啊，伫遮人足甲伊尊重的，啊，甲伊拢颁奖互伊啊，互伊做荣誉市民，是。啊来，咱搁为顶悬行吼，你看即支吼，咱行，咱拄仔为遮行去吼。行去到顶悬遮尖尖的即个所在吼，即个啥物新学院，即个名足歹读呢，这我袂晓读。差不多吼，这这个是写英文嘛吼，英文。这是迄个斯洛伐克语就是什么 ？say 一样是神学院的意思 ，seminary。Sveta Antona Pavlujansky，这个是那个北部意大利北部帕多瓦，是因的一个威尼斯隔壁一个都市啊。这个姓名安东尼是为遐来的，来传教的。所以你也去，我会记你，阮其实有到过一间，就是你的木质教堂，后间可能安尼讲的，其实迄个都市叫做 Keshmarok， 内底嘛有一间即个名的教堂，用即个安东尼来。所以这个是第二老的教堂。是哥德式的，本来是哥德，后来变成巴洛克啊吼，所以伊个有尖尖的塔，对无？哥德的尖尖的塔。看内底内装吼，知影看会。所以其实你若坐火车去遐，你会当去即个城的是先看到即间教堂的，啊，甲慢慢行落去下骹。迄间阮是另外住另外一边，后尾这是阮行入的第一间。是，所以伊这什物？这就是13世纪的吼，一个有大，一般是佫有去用火烧过，遮个教堂那会拢足侪去用烧过安尼。以前的住宅拢无火嘛，所以拢会点蜡条啊，足简单的个起，上受损的拢是火啦，拢是火烧。若就讲有迄个啥物木头用房啊，起个教堂搁较惨吼，安尼烧搁较济。所以伊其实有一个时间是去互一个主教做伊的啥物厝哦，主教住伫遮。即个 A 个，即个是一个即卖匈牙利甲斯洛伐克的边境的中央的一个都市，都市嘿，遐嘛做侪酒的，嘛甲较重要葡萄酒啊。你若即摆去遐，介好算是一区全部拢是咧卖酒的，伊的厝啊，也是迄种卖酒的，拢是边仔后壁就是地窖山，下骹就是地窖小山坡，嘿，介好算，嘿，你会当去看卖遐以前嘛，即摆看足侪迄种回教徒的迄种礼拜堂，就是有一个塔清真寺吗？清真寺的迄种叫人要做礼拜迄种礼拜塔嘛，嘿，足够嘿其实介好算即个都市，嘿，伊迄阵就是遮一个介重要的教区，后来因为迄个奥图曼土耳其占据嘛，因迄阵的主教一个刷来即个都市安尼。是。所以咱会当看到这内面吼，这嘛是网络顶悬找到的图啊吼，伊内面伊是巴洛克
但是伊嘛有一寡歌德诶，吼，伊个屋顶诶，像咧宫顶那种，像咧热骨诶迄种宫顶。哦，就是伊诶顶悬是圆圆诶迄种，像安尼圆圆诶。所以即个像中即个就是伊个即个守护的圣人啊，吼，神学院。所以其实咱有当时啊入去教堂吼，咱看讲，奇怪，咱会遮济，这嘛是啥物人吼？即阮知影，就是迄间教堂要纪念的吼，迄个迄个人安尼啊吼，来伊做一个雕像叫圣人。即个细细所在居然嘛有犹太会堂。真特别吼，但是咱即阵搁走落来下骹哦，拄则伫遮，即阵走落来下骹伫遮吼，犹太诶会堂，听讲迄阵是几万人吼，犹太人吼，差不多12000人，即个都市。即阵剩几百人尔啦吼。所以有纳粹迫害诶时阵拢走了了。哦，是，但是即阵即个所在呢，像是足济。活动还是展览吼，有遮伫遮吼，伊遮是有摩尔吼，我都毋知影吼，摩尔含东欧犹太风格的建筑，所以大家当去有人研究的，甲阮讲一下吼。你也去西班牙足侪迄种教堂安尼头，像咧洋葱型诶。即个迄个像咧摩尔风安尼，啊是恁诶特伦群遐。恁住遐温泉区啊，伊迄个澡堂就是嘛是摩尔风啊。毋是土耳其诶嘛吼？土耳其较侪啊，因为嘛是回教诶一个。是摩尔风，所以是结两个风格结合诶。咱即个吼真特别，因为即个拢查无资料诶，顶悬吼，顶悬做侪即个雕像吼，但是阮查无讲即个雕像到底是代表啥物意思。毋过看因去个表情啦，所以第一届看到就会想到所罗门，迄个唱诗的迄个妇人人，伊个故事是讲两个妇人人唱一个囡仔，迄个真正的老母煞死去。对，等下老师会讲即个故事哦。咱即阵看顶悬即个是，这是国王，咱会看到有因为拢举出去亲啊，有无？对，嘿，佮有即个吼，举亲啊，迄就是咧法官，伊甲你，就讲亲看啥物人较重诶去天堂，较轻诶去地狱。哦，是安尼，所以真正会食较肥诶哦，吼，安尼。所以吼，来即个国王吼，听讲有足侪传说啊吼，就讲话讲是进前为有贡献的即个国王吼，贝拉国王，咱之前讲过迄个。是因表现的，就是圣经故事内底一寡真有道理的代志。所罗门王的故事，大家拢知，咱小等下来读迄段圣经好啦。是，咱就是即个，其实是老师是看到即个吼上边啊，即个大囡仔，伊是囡仔啦，无爱结果放弃，讲好，互伊啊，互伊我吼。毋通甲破做两边啊！所以咱就是咱家己想的一个故事啊，吼，可能即个是代表正义啊，什么真理啊，吼，公正啊。吃亏啦，吃亏，吃亏啊，点点啊，吃亏。是，就是讲即个所罗门。圣经我来内容去上圣经讲，有一日两个基督来王遐来找所罗门王啦。一个妇人人讲，我生囝了后第3日，这个妇人人也生囡仔。阮三甲徛起，免是这个妇人人的囝死，因为伊困的时缀着伊。伊半暝起来，趁你的女婢在困，对我的身边抱我的囡仔去，下伫伊的胸前，将伊的死囡仔下伫我的胸前。这是圣经记载啦吼。来讲，天要光的时，我起来要互我的囡仔食奶，无拍算，
囡仔已经死，到天光我详细看，毋是我所生的囝。迄个妇人人讲，因着两个人着相争啦，争迄个囡仔啦，讲我爱你的，死的我爱讲，我爱是你的，我爱是我爱，死的你的。啊，从啊去国王遐，国王遐着甲国王讲啊，讲迄个妇人人讲，无我爱是我的囝，死的是你的。啊，王讲，甲我掠倒来，因咧争袂煞。啊，国王就讲叫人倒起来。倒起来啊，要哪？伊讲起来，囡仔破做两边，一边互即个，一边互迄个。啊，伊王讲安尼真公平对无？一人一边啊。啊，迄个我的囡仔的老母着家己的囝心亲像火伫倒，伊的心着足艰苦的，着对王讲啊，毋通哦，主啊，将我的囡仔互迄个妇人人。千万毋通互伊死。啊，迄个妇人人就讲，另外迄个就讲，即个囡仔无得归你，也无得归我吼。破伊汤，就讲啊，袂当互你，也袂当互我好，甲伊破好。伊个意思是安尼。啊，所罗门个要安怎判断？王应讲，将我的囡仔互即个妇人人，千万毋通杀伊，因为伊实在是伊个老母。是，就是判啦，是安尼一款。就是讲，咱认为公平的代志，其实无一定是对的吼。还有智慧，即个王真有智慧吼。伊两个人到底是谁的囝，无人知吼。迄阵，因为几千当前吼，伊是因为迄阵袂当验 DNA 啦，迄阵无法度。无哦，啊，但是迄阵伊有求上帝，互伊。上帝问伊讲：“你想要啥物？”就是伊要做王的时候，伊讲伊要智慧吼，所以足侪人吼来拜伊吼，要来听伊讲做有智慧的代志吼。即个国王真有名的一个所罗门王，所以咱着讲即个故事做咱的结束吼。咱今仔日行足侪所在哦，你是毋是拢会记得啊？袂记得，紧个搁转去重播的时候，搁看一下吼，袂要紧。就是咱会当伫即个城吼，虽然做啥物其实做少人去呢，吼，连我拢还袂去过吼，但是是一个足水的城吼，内面有足侪足水的教堂，还袂讲了的哦，吼，爱等后一摆，莉搁要来继续吼。但是后礼拜老师搁要来讲，另外的所在是伫即个欧洲吼，阮即个国家斯洛伐克的所在，足水的物件吼。啊，希望观众朋友拢会当即阵热天到啊，落雨敢有你的城市吼，啊有天气可能会愈来愈好，应该是愈来愈好啊吼。阮遮嘛愈来愈好，即阵已经。有10几度啊吼，你伫迄边几度？阮遮天气嘛介好，外口嘛免晒遐侪衫。对，而且阁有你通拍吼。系啊，来去拍起来足爽快吼，袂感觉足烧热。日头出来就介烧热，无感觉哦，较冷寒。对，即摆较好啊。春天到啊，大家拢足欢喜，愿上帝祝福逐个吼，大家爱食较肥的哦。今仔结论对吧？大家人拢爱食较重的，咱三个拢做瘦的吼，骨头可能轻无几斤安尼，来家己饲一个赞哦。听到这的人吼，你若有啥物想法，拢欢迎你甲阮留言写落来，互阮知影。后礼拜1下同款时间，台湾8点10分，泰国7点10分，澳洲7点10分，搁做伙来讲故事。安尼，咱多谢莉莉，多谢老师，来平安。阿可以，好意是你好，嘛会当讲阿好意个再见，拢会当。哦，再见，会当讲阿好意哦。对，伊讲会对，林老师讲会。我想讲爱讲多维德尼啊。无，你会当讲阿好意嘛会当。安尼袂歹好，老师比我较厉害啊！即阵老师会当来带遮吼。
观众朋友，还是搁要来爬山。欢迎大家吼去找老师报名，做伙来遮算。好，安尼大家再会。